drive us ready for the Wild Card semi-final countdown. 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 咁喺度見到個黃頂黑仔加出嚟啦，咁啊見到而家第二名嘅白色呢個拉單，咁啊三車係架白頭黃尾橙色車頂嘅，冇咗頭車嘅，冇佢啦。非常之利落啊，頭先擺出嚟。頭車有少少意外，比較紅藍車過咗啊！而家紅藍車係頭車啊，咁啊睇下頭車會點樣？睇下二車點樣翻轉頭啦。而家見到左手邊出嚟就係1、2、3車啦，紅白色邊邊個車拉咗紅車，跟住黃頂黑底嗰個就2車，三車係架白頭黃尾橙色車頂嘅，而家3個車1、2、3名啦。有個黃色車同架紅白色車擺攻勢，但係佢又守唔住後面嘅3車喎，架白頭黃尾。而家就跑到見到1、2、3車好緊湊啦，從中間白色車第一頭都要黃頂黑底嘅2車，3車有白頭黃尾，可能就係啊。廿車有個空座，咁就俾架3車白頭黃尾過咗啦。跟住近架白頭熒光黃咧，順勢都上埋3車位置啦。咁啊見到頭車係架紅白經典賽車啦，翻嘅喺中間，2車係架白頭熒光黃尾，跟住一轉翻佢條鳩。最後見到白頭熒光黃尾係3車，去到4車都已經變成黃頂黑底同埋架5車淺綠色黑色嘅右下角。哎呀，嗰啲唔係行家啲咩啊？唔該晒。睇翻呢度頭車咧就係個紅白色拉花嘅頭車嚟㗎，預備翻一車啦。即係跟住佢㗎，好難啊！兩個都半咗佢嚟㗎啦。呢個熒光黃黑色嘅預備啊，後條車到同一車到㗎啦。白頭紅尾嗰個係頭車啊，好似翻咗架熒光黃嘅車啊，留意啦，見到佢樣一樣。唔該晒。我哋其實而家2、3車都唔影相㗎啦，2車係架白色頭熒光黃尾橙色車底，3車係架淺綠色黑尾嘅。咁啊，時間去到2分半鐘。咁啊，繼續係架白色車單頭嘅，2車係架白頭熒光黃尾，而家直到尾見到啦，又係咯。時間就2分10幾秒。咁啊，見到而家2車啊，白頭黃尾同黃白色車咁滯，但係都非常有機會咁翻去行先。但係3車啊，自己上咗頭車位置啊，淺綠色車。我哋而家打緊頭啦，淺綠色直路尾嗰架淺綠色車，黑色尾翼嘅，而家場中間打咗出嚟啦。咁啊，2車有白色車頭熒光黃車尾嘅，而家2車同頭車係相對一條直路嘅啫。而家見到右下角白色頭熒光黃尾就係2車啦。而家見到頭車淺綠色車出路，之後就見到頭白熒光黃尾嘅2車，3車嘅白色車。4車就係架白頭熒光黃尾橙色車頂嘅。咁啊，時間仲有1分20幾秒。而家頭車係架淺綠色車場中間，2車就係架白頭熒光黃尾啊。咁見到後面大概2、3個彎距離到3車就得嚟啦。紅白賽車啦，可以車爭3秒距離，2.9秒。見到紅車嘅微信啦，仲有最後1分鐘。而家頭車係架淺綠色黑色嘅預備去同尾啦，開始翻一車。熒光黃黑色見到頭車對象啦。咁啊，見到場中間2、3車係比較激烈啦，而家見到左手邊嘅熒光黃尾白色車頭俾架紅白色車追住，而家右下角見到2、3車嚟嘅。時間仲有最後半分鐘，喺度最後30秒。Last 30 minutes, you can see the second and third place in the right hand side.
最後20秒啊，咁啊見到紅白色車搭球連光，黃車尾快攻勢啦，仲有最後10零秒，右下角見到一打內檔唔成功，仲應該仲有機會嘅。哎呀，呢個先之後紅白色車上咗2車位置啊！即係國民車揸啲，係啦，落到埋車啦，哎呀，哇，跑埋啦，出埋聽炒線先啦。好，賽事完成，恭喜晒2號車。